別人，從聆聽時尋求學分，聽夠學到為人，到今天生存的指引，怎麼對答，怎穿搭先吸引？若那些答案總標準得萬能，臨睡前為何會問？我怎感覺我尚未滿分？如心裏有首歌快播出來，這首歌永遠實在，別多藏。如不傾聽怎去自愛？世間好哪討得來？如內在從未被口袋，怎怕會尋找愛？